讲到5字抗新政府伫要上任，大家也开始烦恼，讲这外交的部分敢会出问题咧。外交部长吴钊燮初稿表示，确实有2个邦交国长期以来拢是有问题，外界拢伫咧要讲这2个国家就是海地甲瓜地马拉。不过学者是认为讲，也是爱看偌清楚的就职演说，两方的关系是维持现状，或者是有变动，中国也拢紧看。我们的邦交没有问题，但是看到中国的这些作为也感到一些忧心就是会有长期的这些问题。大选结束了后，陆陆续续甲台湾断交，5字抗新政府就要上任。外交部长吴钊燮初稿讲，有2个邦交国长期来看会风真烦恼，外界推测就是海地甲瓜地马拉。学者分析，主要是爱看准总统偌清楚就职的演说，对两方的关系是维持现状，或者是有其他层面的调整。这都是北京当局观察的指标。我觉得赖清德新总统上任之后，大概还是会，这个菜归赖谁，会把我们的注意力大概还是放在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是一些传统上对台湾影响比较大的一些国家，美日，尤其美国是重中之重。台湾积极甲盟友交流合作，希望外交有突破。日本前国防部长，也就是现任执政党自民党安全调查会长小野士午典，初白回应媒体的时阵，嘛讲到台日高层安保对话的可能性。日台関係については非常に難しい問題です。政府レベルでの交流というのはやはり外交上かなりハードルが高いと思います。ただ私たち政治レベルはその制約を受けません。日本の政治家はある時政府に入り政府の役割を果たします。政治の立場にいる間にできるだけ台湾との関係を強くしておきたいと思います。小野士午典表示，伊唔知影美国政府敢有研究台湾有代志的军事作战计划。不过日本为着要守护国土，会模拟各种的情形，拟定防卫甲避难等等的计划。嘛讲到台湾或者是菲律宾，检讨的情形拢真值得警戒。透过汉洋连接的这个国家，有必要合作，对维持区域的稳定才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